跟定王妃了。起床之次，为姐就不多事，亲，这是在做之正规，另外是留着阴气。当然这有酸菜吧？哦，不，姐，这有酸菜是我弟弟留下的唯一遗放，我岂能变卖？妹妹，为姐无话可说，只求菩萨保佑你天寿生源。我走了。姐慢走，姐慢走。哦，九妹，帘子更熬了吗？好了，熬好了，快去倒点碗里。你这衣服过来就要起的。
要叫常员公，启禀常员公，去听的声又来啦！哎呀呀，怎么又来了？你往日与我一样为否？常员假以糟糠之妻，请示不便应允，各位大人的好意，常员心领啦。啊，真是，少爷真是好样的大丈夫也。吏部侍郎张大生过府。吏部张大生，平日他是相府的人，他来做啥？莫非又是与我？叔叔有请。是，有请张大生。哈见哦，张员公，下官上来拜候，请张员公实在。有甚正官老张大人，有旨驾临，请。张大人，请。张员公，史太李翁奉了老相爷之命前来抵京，言道张员公不起早康，故而不便答应这门亲事。老相爷听了，十分的敬佩呀。不过老相爷放的张员公的妻子不但出身欢美，而且还是那样名口行、烟花女子。此事若是被旁人知晓，张员公，你的脸面何成啊？老相爷是在为张员公哭戏呀，故而特命下官再来提亲。张员公，岂不可再要推洽的了？王贵高中方书生，雷龙秋马金茶青，丞相神通有情郎，这情事比龙也旁一丝长，常遇到糟糠之妻不下堂，当更陪泪马女啊。金承梦相爷错金杯，与梦境不负累，黄旗三路明空
我与他往那相梦曾匹配，定期再去过一夜。哎呀呀，张员公，你也太书生气了！像那些烟花女子懂得什么恩爱，多给她几百两银子，也就算对得起她了。啊，多给她几百两银子，也就算对得起她了。这是有生灵位之事，曾与他在海上面前问过事嘞，闻听那海神十分灵异。哎，海神管的是海，怎能管人间婚姻之事？况且张员公乃是天上的文曲星，下嫁海神怎能管得？管不得，管不得。这是匆忙之中无有心法，今晚请为改日再来。张员公，哎，张员公，你看这牛酸粥不是最好的礼物吗？这牛酸贼么？哎，这相府金银财宝堆积如山。就不在意张员公听我的轻重，张员公，你可不要再迟疑了。进屋。张员公，告辞，告辞。进屋，进屋，进屋。
正是闯到江西哪里王贵自当心脏。一封信进宫啊，交一交是姨娘，你是王贵良心肠，我也是不忘不来让你扛着让我高兴头的风浪，你快让开让我吧，家属父子二万将是王贵不能双泪。且慢，你我与他两年恩爱，陪我这里小事一事。必令子愿一归，须将不应冤枉归。这应叫在张大楼，正向琼楼牛玉在。王总哪里？王总哪里？少爷，这里有书信一封，押数银子200两，叔叔送往雷阳，教育明可啊。官是接少夫人进京，真是。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，老奴即刻启程。哦，少爷还有什么话命老奴禀告少夫人的？心里写得明白的了。老奴多闻，老奴多闻了。请你上员工来养家属道。下属人何谁？书信下在客店之中，是店主动送来的，小孙已打发他回去了。下去是。贵言拜祭王郎钦差。小事一事，上古送过金水香，贼狼得意正是我。谁知叫贼一回他，这就成你待机场。娘子好精神啊！叫他回来，不用去了。去远了，快快光他回来！快马自飞，追不上了。哎呀！不好了！我已经丧死
生明明是来归隐的我啊！
夫中了状元，老管家报喜来了。恭喜少夫人，恭喜少夫人，我家少爷得了状元，您老母报喜来啦！200两交与夫人，你俩就没谁下。老管家，少爷身体可好啊？好。可是少爷亲自叫你来的？真是少爷亲自叫我来的，命老奴迎接夫人即刻进京。老管家，一路辛苦了。姐姐，快点言行吧，我们都想听听姐夫的细心意。哎，忙什么？常员公及长员夫人的信，我们怎么好听？姐姐，算了，我们还是回去告诉妈妈，早点与她打点营帐，好叫她进京为王郎去。姐姐，定要张灯结彩，敲锣打鼓，让大家都来看一看我们明皇走出来的常员夫。姐姐何必如此？定要叫那些嘲笑你的事的人好好的看一看，什么叫做为眼神心在。姐姐，老公子，对，我要去问问妈妈，看她王为马姐夫就姐姐嫌嘛。九妹不可失此。九妹，你赶快回去准备营帐，明日夜早你我姐妹一同进京。多谢姐姐。哎，姐姐你回去歇过海参去看酒哎。姐姐，你快一点，我等着你呀。哎。
情在那面。深深公分，王生生自生一丝差异，与我归依。的魂灵与我扎针，与我扎针。
不理睬我。你们大家都不理睬我。我明白了，如今王奎逼不得已间，他中了常药，是天子门生，也是丞相的女婿。你们是怕他，不管咋他，你们是怕他。你们也怕他。你们都气死我，气死我教会一无相干，四个野花叶子，可是我不该受长江欺负的妈，乖乖去做天门，小鬼也不肯别谁啊！真乃是叫天天不应，欺负我教会不理自不管谁是，可知道谁是红多些十分？那王奎在城前发下誓愿，非现在要他看小的观音被牵埋
因教会营被王魁休弃，肆意生事，海生爷成了他的所长，命俺取到边境，给那王魁婚判，前来责正。小贵，那来也。生也成了你的所长，命俺取到边境，做那王魁去走。等着，也有狗魂派跳。就下了。
贵族去捉拿王魁去走。他
再来两事情，与我那鬼姻亲。在那同一月下，千镇地场长居雄伟，事情都已成往事了。想当初与娘子心心相印，夫妻们才有下唐诗文，星光彩月浓，舞动龙啊音，这前程。从雷阳未来雁道，佘小鬼引得着我的书信，就在海神庙内肆意生死。鬼啊鬼，你的英文不要埋怨于我。下官虽在禁欲精修这种动作，总觉得生死恍惚。唉，我也是不得已。桥垒上重根起，有一花影上江西。自从学了教子女，我精神恍惚为真谛。这一世旁窥不得已，不费了多情教事情。2年间，他与我共曾经3更灯火5更尽，谁知生命曾是别，800的恩爱终成重提。待起那名声道道来吵多年，是了，待下官明日万者复生，去请那名声道道与那教师动念齐全经文，也就是了。叫他一送我去采那牛玉器。这院子到了深秋以外，已显得有些凄凉了。庭院已经深深起，房内彩灯似对你。藤边像柳听的风声起。黄泉汪汪飞东西，思虑下面是谁来了？
谁呀？不是人，是因啊！莫非我一心生归毛，不与我浑身起疾病？满是归生之事，不可平息。中传有鬼，我王魁乃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又是天子的门生，丞相的女婿，他这神啊！马身王魁太喜气，鬼门神官那常远去。门是开呀！
郎，开门嘞！呀，定是我那夫人等我饮酒赏月，亲自请我来了。啊，夫人，你何必自己来哟？啊，外面叫开门的是谁呀？是我呀，你是谁呀？我嘛是我呀，是夫什么？真是。哎呀呀呀，果然是夫人来了啊！夫人稍待，替下官开门来。这真是匹夫不知风雨好，开门迎得欢配来来了。夫人啊，夫人，你休要与我这耍了。今夜月色虽好，这是风大了些，险些把我的灯都吹灭了。啊，夫人，请哦。吹灭了也好，记得你我夫妻在雷阳的时节，不是常彩灯赏月吗？夫人休要说笑，你何曾到过莱阳的呀？啊，夫人，当归呀！分明时辰真是鬼呀！大王中从莱阳回来言道，是你得着我的书信，就在海上庙内死已生死了。哦，那是他传错了。传错了，我不曾是，不曾是，不曾是，当真。当真，我不分明是你的鬼婴了。果然是鬼婴，鬼婴，王郎，千里迢迢，你是怎样来的？千里迢迢，王郎你来的，难道我就来不得吗？你来做什么？一来问是郎君告状，他来何喜呀？时隔已久，还何什么喜呀？二来嘛，我是继王郎送牙坊来了。雅芳？什么雅芳？啊呀，王郎啊！去得庙房见到他，只愿你郎君身健康，保佑你上进赴考，名利金榜。太上庙一别离来了，为情我是可牵挂也曾梦想。离空绝病在复发，我
牙房不用了。乃是为师所怕出于无奈呀！你我恩爱一场，如今已是忘了一梦。你万事委屈吧。忘了，记得我已忘了。当日相爱，死不在家。我常说宝儿的大妈，姐妹们的吉祥。如今王郎高中，为妻烦躁休妻。我若是委屈，不要说宝儿的嘴脸难看，即是那些姐妹们。也会一个一个的奚落于我呀！相桂英自叹不明，冷落烟花，如今更是无家可归的了。我千山万水，历经艰险而来，只求王郎快再望着夫妻亲吻，有我早也忘死情。多可怜的女子吧！回应他声声也自泪上堂，心酸情也酸归千难消。当年茶杯归阴去，当愧也能有今朝。牺牲尽今有几，怎曾他无言飘零三乱家。sang前去情还去，一心难，
你竟来吓我吗？恨恨心举剑斩断旧情，皆不能再心愿，留下后根。我心已决，你不必动怒。今日王金不服了，你好自为之，此里问我去吧。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我叫桂英再落风尘吗？好，既然你如此恩断义尽，把我的别扭算债还给我，那又算什么？怎么也像丢弃桂英一样的丢弃了？实话告诉你，那又算这已做了我与夫人的订婚幸福了。你是真要我吗？我与你另骂一个也就是了。那又算这是我弟弟的意外，不想你呀！桂英啊，桂英，今生是我背了你，等我来生再还你。哦，你说不信，我可对天盟誓。马苏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还要门事？王亏呀王亏！你已经害死了一个叫桂英，难道你还想再害死一个叫桂英吗？是，你莫非是鬼魔？
全体朋友们，欢迎留念，你们继承创新粤剧，在北京扎根、开花结果，大众拍手叫好。80岁观众周传道。谢谢谢谢，欢迎大家，我们是8月16号再见，《西厢记》全剧，谢谢大家。